啊，昨是七夕的情人节，嘛是七娘妈生。七娘妈就是囡仔守护神，传统的风俗会伫个七娘妈生即天帮囡仔做十六岁。做十六岁其实就是当大人的仪式，也就是成年礼。伫个新竹的德仁市，都特别遵照着古礼，互囡仔来软身教，帮因来做十六岁。也就是讲，这学生囡仔为即天开始，都变大人咯，爱开始做家己的主人，照顾家己。手摇清香，诚心祈福，嘛要替七娘妈献上生日的祝福。农历7月7日，除了是情人节，嘛是七娘妈的生日。满16岁少男少女去庙内多谢七娘妈，感谢伊为细汉到大汉的宝贝，将长命所摕来软过七娘妈的身躯，领着成年酒甲护身符，遵照古礼行成年礼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已经长大了，他们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要必须为自己负起责任了。不少大人带囡仔做伙参加，将近规村人见证这个人生重要的时刻。这款特别的活动，北台湾嘛敢若新竹伫办尔，大家佫将这个愿望挂伫七娘妈顶面。有的人是希望健康平安，有的希望考试顺利。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认真读书，认真读书，对，更认真。青春无敌，大家拢大人啊，嘛希望讲因的愿望拢会使实现。